当人做普渡是生理时， 7节，普渡是生理意思。意思是要写示无子孙的因贵代者。人鬼怎样未来勇敢？照人拍算，迄时鬼王就放伊出来，写书就放伊出来，可能伊乖一年才就放伊出来行行。对倒落放伊，较济拍算对地极，若毋是对地极就倒落，对阴间，是过明白，才会鬼家己甘愿去地极吗？无鬼王找鬼啊伊去。有时会顶入去吗？顶无法儿，的确着去。搁去地极当什么在地？妖怪怪咧亲像加犯，有受苦楚无？有上刀山，路油鼎，食正深，食正大，也有互人顾。到第时才会出来。先发了，互伊搁出世。